这25题吼，这25题吼啊，简单，趣味来第一条吼，我尽量用台语讲吼，形容天气无好啦吼，台语安怎讲？啊，就讲做讲到过唔出门有无？意思讲外口吼，天气足歹吼，可能是风雨真大啦吼。啊，你吼，你到你甲讲过唔出门吼，讲到过唔出门，咱看第二条吼，这较简单吼，来。像第二条，我家己本身我嘛毋捌听过。你讲吼，形容迄个人吼，做六骹长手，是咧讲迄个人安怎？伊的答案是吼，好骹好手啦。啊，是啊，咱要甲讲做吼，六骹长手咧，敢是落骹吼？我足怀疑的，因为伊即条答案是讲做好骹好手吼。好，过来咱看第三条吼。第三条讲形容吼，对方吼，无讲真正遐有钱啦吼。啊，台语会讲做讲，你也毋是啥，你也毋是吼，迄个答案是叫做林本源吼。咱知影迄个林本源是邦桥林家花园吼，迄个主人啦吼。啊，所以讲吼，你也毋是林本源，啊，林本源是足有钱的对无？啊，所以讲形容毋是遐有钱吼，或者吼你也毋是林本源，啊，这是一个。迄个地方上的一个迄个啥俗谚啦吼，地方上的一个俗谚吼，像这咱若安尼加减猛看吼，安嘛无歹吼，加学一条。过来第四条，这较简单吼。伊讲吼，你形容啊，这是倒一出的，这是倒一招的吼。会当讲吼，即马是咧吼，是咧安怎，也是吼，英台靠兄。只有一个英台靠兄，所以伊这个是讲两出啦。你若18相送，迄个甲迄个啥三匹英台，这是共一出的吼。啊，伊即马是讲哦，你即马是咧安怎，也是安怎吼，所以应该是无共出吼。所以是讲你即马是咧单衫无镜吼，单衫无镜，也是咧英台靠兄，意思讲吼，你即马是伫吼迄个吼，吼伫演倒一出的，嘿啊吼，这个嘛深色吼。后来第5条我就感觉真好吼。第5条，这是一个迄个啥呢？咱的风俗民俗吼，地鸟兽，这个词足水的吼。来分享这我感觉有嘛是迄个袂歹加学这物件哦。地鸟兽这确定是哦，收到人啊送鸟互咱吼，啊咱爱会晓共回礼一下啦吼。这叫做讲吼，甲回灯吼地鸟兽啦，嘿，这个词足水的吼。啊，我顶摆嘛有补充一个，叫做啥呢？叫做鸟亲情高长路啦吼，就是讲吼，这个吼，这个啥呢？你若送人鸟会使吼，啊若送人狗吼，就后摆较会长路去。啊，毋过咱顶摆有讲过，有法就有破啦，你会当吼，要去买一个车刷吼，甲缀倒转啦吼。所以这个吼，这个嘛是算讲吼，会当表现出咱台湾人吼，一个安怎咱讲的一个吼，真有迄个。人情开口的迄个感觉啦吼，所以这个地鸟兽吼，这条吼，像咱这么吼，看到这条，学到这条，这真好。好，是哩过来第6条要好，我和大家讨论咯。第6条吼，咱讲正经内底根本都无答案。八鸟话，这我常常听到。来，迄个我要先听吼，我相信咱线顶的老师一定吼，真侪人吼，真侪人捌听过八鸟话吼。啊，你捌听过，还是你知影？麻烦分享讲，恁遐伫讲的八鸟话是啥物意思？来，这条都爱劳烦大家吼，来迄个吼，来补充一下。啊，我等下我嘛讲，阮遐八鸟话是咧讲啥吼？啊，因为我拄则看这第6条吼，伊讲八鸟话是倒一个意思吼。伊讲做讲鸡鸟吼，会得到一款病，这无可能嘛。啊，你讲因为工作也是讲真寒吼，地势甲这个啥，手指头也无力，这嘛毋是八鸟话咧，这我看差足远诶。后来迄个死迄答就知影讲用豆，伊讲做食鸡鸟吼真歹看，咱讲做食相真歹看。猪吼，伊讲做亲像香港脚，还是讲迄个香港脚会引起咱诶迄个啥指甲会拗破吼，一款病，这绝对毋是八鸟话吼。好，来。甲我较早吼，迄个讲八鸟话情形共款。伊迄个八鸟话吼，就是有当时啊吼，熊吼，其实迄八鸟话是一款啥呢？迄个吼，照讲哦是一款欠
欠营养素，迄个叫做钙质啊，欠营养素钙质哦，手会安尼雄雄总啊吼，安掰开吼，袂叮当吼，迄落一条，可是伊规个筋吼，我讲恁听，迄掰了话，就是雄雄吼，迄个手的筋总啊挽按去，雄雄就安尼敢调着袂叮当，迄是手的筋雄雄挽按吼，正常的迄个情形，就是讲，迄是欠无一种的营养素。这是第一款的情形哦，欠营养素。第二款的情形就是讲哦，你手做同一个动作吼，一直甲保持安尼伤久无甲叮当了后，伊手吼，其实就是咱讲的一款旧筋的情形啦吼。所以迄个是背腰围吼。所以这题吼，这题伊讲做伊下答是用迄个第二个吼，但是